每到岁末寒冬之际，永康区胜利里长杨远波拢会办理寒冬送暖。今年活动特别结合台南市大德慈善关怀协会、永康区农会理事长陈宝全、前7名代表杨永兴翁仔某、许旭婷董事长、副华里长王松俊、大桥里长李建志等善心人士共同献来。胜利里以前已经连续第5个年头都有在举办寒冬送暖，在春节前。那因为在去年的12月底，刚好大德关怀协会成立。那因为我们有几个里，包括大桥里的里长李建志，还有富华里的里长王松俊，我们3个都是会员，所以那大德关怀协会呢就想说，那是不是从我们这边开始出发，结合就是整个社会的那个资源，然后在我们这里扩大举办过年前这个一些关怀爱心的那个弱势家庭的那个活动。很感谢3个里的里长，然后希望大德关怀协会可以一直就永续发展，一直做善事，跟这3个里，然后看能不能再扩大。议员林恩照也特别来到关怀现场，感谢所有赞助单位的爱心奉献。我相信讲，一个爱的社会，而且有共同大家来扶持，所以呢，嘛祝福恁每一个家庭，拢是平安，平安、幸福、快乐的。最后，再就祝福大家家庭美满，感谢大家。这次关怀对象是永康区胜利、福华、大桥等3里70户热切弱势家庭，希望透过爱心物资以及救助金的合作，让弱势家庭过一个好年。大德慈善关怀协会理事长李金城也希望有更多人做回来关怀社会上的弱势家庭，让社会充满更多爱。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